大家好，我係柏文文。今日我哋嚟開漆黑伏特寶夢最新卡包。咁我哋開一開佢先。呢個係我哋第一次開現實卡，之前都係網上實驗嘅。全部中文版嘅嚇，唔係日本版。日本版肥包我冇買過嘅，買中文版。一邊10包。已經咁，希望有 BWR 即係全黑卡，或者一種 SAR 卡都唔錯。咁我哋一包一包咁開啦，用鉸剪開啦嚇，鉸剪開方便啲。倒出嚟第一包，後面白卡可以抽走，呢度可以儲存一下，因為呢度有寶夢圖鑑嗰個嘢嘅。咁我哋開啦，差不多娃娃化石，呢個係獨光靈，幾何雪花閃卡，呢個係寶可夢嘅寶可夢波嘅閃卡，大家見到嘅應該。然後寶可夢閃卡我哋擺一個特別嘅位，然後就係今次嘅環閃。土地雲呢度，見到佢側邊呢一啲位邊位有啲少，跟住就係兩張普卡，下包，希望會神，希望會出神包，神包最好，神包最好。嗰啲神包好似係幾張 AR 配一張 SAR。咁個係出咗一張 EX 嘅咕咕殼，然後係沙靈仙人掌豆豆殼，係嗰個咕殼嘅前一個進化踢出 AR 啦，沙靈仙人掌 AR， 哦出嚟啦，捷克羅姆 EX 卡，之後我哋再同大家一齊細睇下，跟住都係兩張普卡同埋一個圖鑑卡。咁沙靈仙人掌呢邊都算係稀有卡啦，然後再嚟包漆黑伏特，依舊最後一張抽走圓蝌蚪，呢個係釘頭地鼠，唔係羅釘定鼠唔知啊，呢個係溝刀小兵。跟住我哋嘅精靈球閃，跟住係雷電雲環閃，就嚟集齊3隻雲啦。跟住都係兩張卡，好卡嚟嘅。希望出 BWR 係配率外㗎嚇，唔係配率內。所以即係如果出咗 BWR 都會有 SAR 和 SR 嗰啲。車輪坦、麻麻小魚、禿鷹丫頭，呢個係精靈球閃嘅比克提尼，然後就係環閃火神鵝，兩張普卡，少多一張圖鑑卡啦，再嚟漆黑伏特。我純白焰都有買嘅，不過之後再同大家錄啦。第一張沙靈仙人掌、虎牙龍、火紅北島中，呢個係球閃嘅禿鷹丫頭，環閃嘅肋骨海龜，出現咗我哋第一張物品卡，能量硬幣。我哋開咗10包嚇，就係咁大啦。然後就係呢度，食夢夢、青藤石、小灰怪，呢個係精靈球閃嘅岩電巨蟹，睇唔睇到啊？精靈球閃應該睇唔到，係咯睇到。好，出現我哋第2張 EX 啦，君主石 EX，
然後都係兩張普卡啦，照舊。好緊張，咁我 BWR 咗佢。我今次因為價錢過貴，所以我兩個都係淨係買咗一盒嘅啫。鐵骨土人，呢個係哎呀球菇，然後都係花色。球閃嘅麻麻曼，環閃嘅修建老將，呢度即係邊個位？冷水源同埋麻麻曼圖鑑卡，剩翻12包。呢個係第13，呢個係第7包。唔知係唔知啦，數學唔好。百合金娃娃。抽咗個圖鑑卡出嚟先，之後睇下有冇重複嘅。然後係搬運小將、球縮鬼、精靈球閃、大師火靈精靈球，係咯精靈球，火唔係水晶燈火靈，水晶燈火靈，水晶燈火靈。然後出現咗我哋第二張物品卡，寶可夢裝置3.0，然後就係第9包啦。唉，好快真係好快。如果呢一半咧冇第7咧，咁即係喺另一個10包入面啦。嘿，騰騰石，呢個咩？藍色錘。石居蟹、精靈球閃嘅奇樂粒宿鼠，縮埋個縮，反正動員航側邊環閃，跟住都係2張普卡，最後一包。燈火幽靈，然後係白竹蜈蚣、雙卵細胞球，AR， 達摩佛法 AR， 歐柏老翁環閃卡，然後都係基本2張普閃，1張問卷調查卡。咁我哋前10包開，我哋睇下依家嘅稀有卡先啦。呢個係環閃1張，暫時未出嗰個大師球閃，大師球閃都係得1包嘅，大家分兩，跟住再攞俾大家睇一下。OK， 咁我哋呢半包係出咗2張 EX 傑克羅姆君主蛇，咁我哋最尾再解答佢哋嘅技能。AR 卡沙靈仙人掌同呢個達摩狒狒 OK。然後我哋嘅精靈球閃係幾何雪花，算得唔到，2、4、6、8個球閃嘅，對應咗啱啱2張 AR 潛龍嘅位。然後環閃卡應該都係8張嘅，2、4、6、8，係咯，8張卡。啱啱好對應咗2張 EX 卡，EX 卡通常會替代環閃，然後 AR 卡就會替代球閃。咁我哋答一答我哋頭先嘅普卡啊嚇，咁好啊，好好。OK， 都係2張物品卡。咁我哋睇下圖鑑嘅位，呢度有圖鑑嘅位，君主石、龍頭地鼠、美樂椰塔、龍頭地鼠蜂妖精、胖嘟嘟、美樂娜塔、君主石又係，同埋球雷寶。有3張重複咗，不過冇關係，我哋都係睇下啲圖鑑嘅啫。
咁我哋後面10包啦，進展好快啦。140張卡，得2張稀有卡，仲要咁貴個價錢真係有啲慘。騰蛇，燈火幽靈，精靈球閃，修建老將。我照一照俾你哋睇下，係咯，精靈球閃。然後就係水晶燈火靈，2張稀有卡嚇，等下翻嚟先。OK， 跟住都係2張普卡，1張圖鑑卡。呢張圖鑑卡都係君主蛇嘅。等耐下 OK， 得啦，繼續開。倒數第9包，開。嘿，偷咪一下先。OK， 大盒金娃娃，麻麻小魚，青藤蛇。出現我哋嘅大師球閃，軍醫小姐大師球閃啊嚇！呢張係可以見到大師球呢度，大師球。好，出現我哋嘅 EX 卡美樂野塔，然後都係2張基本卡，唔係今次係出咗張訓練者卡，咁我都係擺中間，同日本卡差唔多嘅，因為佢都係我當係寵物日本卡，咁樣擺分類。OK， 元科豆，雙卵細胞，對唔住嚇，雙卵細胞球，哎呀球菇，花椰園，普通球閃，雷電雲環閃。重複咗嘅呢張，不過冇乜關係。人造細胞卵，有呢個圓蓋海龜2張，然後都係1張圖鑑卡。再照呢一包出咗捷克羅姆 EX， 我已經幾滿意嘅啦，其實已經。再搣一下 ，OK， 都係一啲普通卡。電飛鼠。泡沫落鼠，混鵝，虎牙龍球閃，睇唔睇到？睇唔睇到？係咯，睇到啦 ，OK。然後就係土地雲環閃重複咗嘅，出現咗1張支援者卡，唔識讀，不過幾靚嘅，係幫幾所火無40 HP 都有用嘅，算係。普卡花椰園。跟住就係1張問卷調查，繼續。Okay. 石居蟹、藍鰭魚、蓋蓋蟲、AR 卡人造細胞卵、環閃比克提尼。1張普卡，然後 N 嘅魔環支援者卡。我希望如果有保底嘅話 ，SAR 或者 SR 嘅 N 嘅魔環都 OK，N 都幾型嘅。禿鷹丫頭、噴嚏熊、黑眼鱷。陳舊的貝蓋化石球閃卡，估唔到會出到呢種地步，慘！我哋嘅保底出嚟啦 ，SR 君主蛇，希望有 BWR 啦，即係 SR 擺呢度，2張普卡，1張圖鑑卡，剩翻加埋呢包4包。
有冇一張 BWR 啊？有冇興趣嚟一張 BWR？要單卵細胞球、燃燒蟲、風雲小將、球閃電飛鼠、EX 球雷姆，噔噔噔 EX 球擺喺呢度，然後都係兩張普卡，同埋一張嘅圖鑑卡。我哋開咗中間嗰包先，中間嗰包帶來 BWR 卡，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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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WR， 我感受到，睇嚟我感受錯咗，我咪緊，我應該感受錯咗冇。小灰怪、泡沫粒鼠，然後等先，我處理一啲嘢先，處理完畢。花椰園 AR 蟾蜍王，環閃雙虎戰龍，一張普卡，寶可夢道具氣球，圖鑑卡，剩翻兩包，一次過開晒佢，痛苦，快啲完。快啲都痛苦㗎啦，開呢個過程。出我張 SL 卡都 OK， 如果係 SL 更好。有冇 BWR 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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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住啦，將抽走，同埋呢張白卡抽走，開始啦！食夢夢、車輪坦、冷水源、白中蜈蚣、精靈球閃。好，呢個係歐帕魯翁環閃卡，跟住都係兩張，一張普卡同埋一個特殊能量零鏡能量。然後我抽嗰張所係泥牛小人、白足蜈蚣，呢度怪怪蟲、蟾蜍王精靈球閃冇啦，死啦！睇唔睇到精靈球閃？係咯，見唔到？我見到。然後就係水晶燈火靈，完啦！今次完啦！今次呢一包嘅 SL 卡係君主蛇，噔噔噔。然後我哋嚟分類一下啱啱嗰10包嘅卡啦。OK， 總共出咗2、4、6、7張球閃，2張 EX。2張 AR 卡，一張大師球閃，2、4、6、7張環閃卡，一張 SR 卡。然後我哋圖鑑嘅話咧，睇下有冇，我哋擺翻我哋頭先嗰啲嘢先。大師球咁。之後咧，我哋嚟睇下呢一次嘅圖鑑卡。今次運氣好好，淨係得2張重複咗。跟住我哋再嚟睇下啱啱嗰啲啦。咁我將佢哋擺翻好個位先，希望唔會有太多嘅重複咯。呢度。所以今次總共攞咗2、4、6、8、10張，咁樣希望大家睇到啦。咁我哋攞咗10張圖鑑卡，
神幻獸嘅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張神幻獸，其他都係普通嘅寶可夢。好，然後我哋再過濾一次呢啲普卡，睇下有冇我哋嘅精靈圖片又容易嗰啲分類，有陣時睇唔出個線，應該就係冇㗎啦，我估。冇 OK。咁今集應該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會開前8烈焰嘅。咁嘅話，俾大家睇下我哋今次所得嘅寶可夢啦。我哋將佢哋睇下有冇，我哋再睇下佢哋有冇重複。如果唔想睇嘅觀眾咧，可以撳下一條視頻嘅啦，已經。我哋 OK 睇完，我大概立咗眼，立一立兩邊睇下，都有啲重複嘅。咁我下集唔話俾大家，自己講有啲噪音，請大家見諒啦嚇。咁我哋今集就完結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